支持特區政府全力以赴撲滅火災。詳細內容：大埔宏福苑5級。大埔宏福苑致命大火，入夜之後火勢仍然猛烈，不斷有火舌從火牆跌落嚟，不時傳出爆炸聲，多個單位火光熊熊，消防相信要等大火救熄之後，先至能夠評估有幾多單位受影響。不斷有人被救出，亦仍然收到有居民被困嘅求助。有市民同親友失聯，自製